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看今日的节目《福起来了》，我是今日的凯如老师，要带大家来好好运动。今日凯如老师呢，带两只动江的先生，向下听一道来好好运动哦。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，在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心怡老师。好，还有一个动江的老师很慢人呢，在我的左手边有一个建芬老师。好，今日凯如老师要带大家来做嘛？今日呢，要起站姿的动作，我们要去做一个脊椎的延展以及后背伸展的一个动作。大家准备好诶，就起起来了，莫坐到等你风了哈，然后起起来准备了。一开始呢，起好来以后呢，听下两只脚强强的打起来，打开来，好，打开来，听下肩头的宽度差不多就好诶。有这两只手呢，放到太脚臂的旁边，准备了，听下右手往上延伸，对哦。好，听下左边的肩膀跟腰部放松，让你的左手顺着大腿的外侧，慢慢的放下移。你这个阿比动态法来松了一系列就好诶，做到你的极限就好诶哈。一只手到耳孔的旁边，你知道你手冇办法伸出来法，听下手卡高的位就好诶，高一点位，目足宽的天花板的位置。对了，停5个呼吸哦，4，好，不会肩头不用放松哦，3、2、1，好，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带回来，手不用好了，大家做到动后哦，然后动作放慢一点就会，不是紧张啊哈。还有另外一片上哦，慢慢的停下，左手往上延伸，好，大家做到动后哦，手冇办法伸出来吧，一系列办法唔怕，不用下轮没唔怕，一度没到比赛哈，就做到你极限就好诶。下不会要肩头不用放松，让你的下方的手顺着大腿的外侧往下滑，让腰部的力量是解掉的。再一次的吸气，眼睛看向天的位置。对的，停5个呼吸哦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天天呢再来转来，大家做到动好，听下手不用下来，肩头插到后背，松松的放松调息一下。好，然后左右边再各做一次。再把速度再放慢一点哦。好，再一次的把你的右手往上拉起来，让你的左手顺着大腿的外侧，慢慢的往下放下去，放到你的极限。还有一招充电要疼，大家讲哦，你不要为了往下，疼下气头锁死哦，你的膝盖要保持着弹性，让左边的肩膀跟腰部是放松的。准备好了之后呢，下一个吸气，让眼睛看向天的位置，把气吐干净。好，这个肩膀跟这个肩膀是放松的，你的腰部也是放松的。有任何的压力跟不舒服，把你的身体往上一点点去做任何一个小小的微调就可以了。眼睛看向天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吃到公鸭肋骨、公鸭束掌，会有点末梢的一个循环的功效哦。所以还正常的，不要紧张。还有2个呼吸，2、1，好，下一个吸气，等下身体来松来，手不用下来。好，有吃到人家手掌有按呢捏捏，还有人家手把这种捏捏缝缝那种感觉嘛，还有就对了哦。还有一片沙，用下来啊哈，左手往上拉起来，好，不要急，慢慢来没关系。好，不会肩头不用放松，让你的手顺着大腿的外侧往下滑到你的极限之后，眼睛看向天的位置。膝盖、大腿是放松的，让你的膝关节保持着弹性。上面的肩膀再往后转一点点，去感觉到你的胸口对着天空的位置。还有5个呼吸，4、3，好，不会肩头不用放松哦，唔好唔记得了。好，天天呢，等下身体来松来。好，大家做到动好哦，手不用下来，有少少嘛，有哈，有就对了哦。好，等下肩膀由前往后，再轻轻的去做一下。放松舒缓的动作。好，沙哈伊呢，要来带大家来做一个平衡还有前弯的动作哦。好，凯如老师会侧边给大家看，我们后面的2个老师会去面对面来示范给大家看。准备好的就开始咯，让2脚并拢在一起。对哦，让肚子要竖起来哦，手不莫翘起来，等下手空起来，肚子竖起来。背弄打侧，肩头不用放松。好，准备好了，等下手在2侧打开来，手背在耳朵的旁边，手掌心向上，把气吐掉。拇指看到前面就好诶。
莫安尼抬下巴、收下巴。好，是不是莫翘起来哦？是不是翘了呀？也会莫那个硬爽快哦。准备好了之后呢，等下脚掌离开地面，一下感觉会是在你的大腿的内侧，微微的往内并拢，保持身体的平衡。好，肩头不用强松哦。好，再慢慢的停下脚掌，并下来以后呢，两只手打开了，膝头弯一下，停下是不是送出去，身体到前面。好，等下停一下。一定要吼，膝头咧莫超过脚趾哦，讲背囊去打出咧，嗰都一定要吼，是不莫翘起来，也是不去竖起来哦。好，一定要再听听咧，停下手并下来，停下膝头打出来，意识到身体硬硬冇？有啦哈，一定来做一摆哦，手都两片上。手背在耳朵的旁边，手掌心向上，把气吐掉。下一个吸气，让你的脚跟踮起来，大腿内侧微微的往内并拢，把你的腹部往内收紧。把气吐干净咯，停留3、4、5，好，脚掌并下来。好，大家做得动好。停下两只手打开了以后，膝头弯一下，停下师傅送出去，让手到前面。好，等下等位哦，师傅莫翘起来了，尾骨往内卷，停留在这里3、4、5，好，听听嘞，停下手，不用下来。好，等好，然后翻回正面了。一下嘞，呀，大腿会吃到有一点酸了，那就把你的大腿轻轻的踢一踢，舒缓一下压力。好，三下一呢，我要带大家来做一下平衡的动作。不过要平衡的动作呢，嘿，柔软度冇按好的话，唔会吃到供养。嘅手冇办法捉到腳，咁樣嘅啦。佢下有冇卡有毛巾冇？喺冇毛巾嘅話，看有卡重嘅位絲巾冇？準備好誒，好，凱如老師就來帶大家用嚟做平衡的動作了。好啊，今面呢有準備一隻彈力帶。你冇看喺冇彈力帶嘅話，你就拿啲嘅毛巾就做得了哈。準備好誒，呢度就來開始了。好，來準備一下彈力帶。好，要彈力帶啊，冇就毛巾啊，冇痛斷，嘿有做得嚟法好，較重啲位，等下你才會有一些空間可以去做一個預留的動作。等下縮嘅打開了以後咧，毛巾打開了以後咧，兩隻膝頭彎起來，嗰個等下一縮嘅並下去，腳並上入嘅腳掌並上來，拿好來哦，好，一下力量呢，唔係動呀膝蓋，一下力量係在你的大腿跟你的腳掌的位置。兩隻手拿起來，這個起好了以後呢，下面的膝蓋是伸直的，然後把你的上方的腳往上延伸，身體摸到後背哦，你的重心是要往前的，肩膀不要聳肩。你可以知道講呀，肩頭縮起來的話，等下縮嘅，天天呢不用靠重的位，不用靠重的位，不用靠重的位，讓你的膝蓋是伸直的，肩膀是往下壓低的。你可以知道講。後面的後腳筋真的動很的話，你就停下腳不用下來一系列就會。好，就對了，停留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的停下膝蓋彎，停下腳不用下來。一下那圓呢，應該是你的大腿的上方以及你的腿部後側的延展，力量這樣子才對哦。當你按你起蹬的時候，你會吃到你身體按你叭的發哈，表示你的這位核心沒有去 hold 住它，你的骨盆沒有 hold 住它。你要試着讓你的腳底板用力，大腿用力，然後用這裡的力量去把身體保持着穩定。好，我們還有一隻腳，我們再一次的來試試看。把你的繩子打開來之後，先讓兩腳膝蓋彎，然後把你的右腳放在你的繩子的上方，先把自己站穩。平衡的動作不是一定要做到極限，平衡的動作是要讓你的身體去找到一個平衡，找到一個支撐的一個力量。好，找到好了之後，我現在的力量是在我的大腿以及我的腳底板的位置哦。我的這裡核心已經開始有 hold 住了，我整個核心是已經 hold 住了。所以看得懂簡單的動作哈，但是你可以把角度慢慢的放小一點點，慢慢的去做。你可以知道講呀，身體真的起唔到會發腳卡大的會唔怕。好，準備好了，等下面的膝蓋伸直之後，把你的右腳再往上延伸。好，你可以知道講啊，起唔起，跟住就等下方的膝蓋彎，腳伸出來，安尼就好誒。不一定下方的膝蓋要伸直，你這樣子也是可以的。背是打直，重心不要往前傾，也不要往後仰，讓你的背是打直，手是放輕鬆的，因為我的力量是在我的骨盆核心的穩定。
还有5个呼吸，3、4、5。好，轻轻的停下，膝盖伸直，然后停下脚绷好了。好，等后了脚舒缓一下，踢去做一下舒缓的动作。好，我们左右边再各做1次，然后我们试着把自己的角度再放大一点点。如果你找不到平衡的同学啊，用更大的角度就用按你就做对了。嘿，你可以吃到强松的发音吗？我们来试着把角度再放大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再把重点再讲得更仔细、更精准一点点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来咯。再一次的把你的绳子左右的打开来之后，把2脚膝盖弯，我们从左脚开始站稳你的右脚之后，把你的左脚放在你的毛巾的上方，然后把自己站稳之后呢，再把你的膝盖伸直，然后把你的左脚往上延伸。好，那都要的知道强松的同学嘞，脚可以再往上高一点点，然后下面的脚掌不要去抓地板，让你的核心保持着稳定，让你的肩膀是放轻松的。然后眼睛看着前方，停留在这里，3、4、5。下来的时候，先让你的下方的膝盖弯，然后把你的脚放下来，很好。脚放下来，膝盖伸直，我们还有一边哦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再一次的把你的2脚膝盖弯，然后把你的右脚放在绳子的上方，先把自己站稳，不急着要让你的脚伸直。准备好了之后，再把你的膝盖伸直之后，把你的脚往前踢出去，核心保持着稳定，骨盆保持着稳定，肩膀是放轻松的，加油！还有5、4哦，太卡做到等候哦，起好来哦，3、2、1，好了的时候，下方的膝盖弯，然后把你的脚慢慢的放下来，好，安全的回到地面，很好，把气吐干净了，来把你的脚轻轻的踢一踢。好。今天的动作呢，就做在这位，动作不会难，然后也很简单。当你本这个5分钟的时间来去做这个练习，给的今天运动就都要这位了，大家做来了。